从现在入到嚟最尾度上嘅细节，国民党前副总统候选人马英九老五对二，根本系独裁园林还有重罚提起哦，希望会抢农业人嘅选票。两个人系先度园林会先强下摆票，在东主过后将分开来归入摆票。两片都算动动人摆啲咧，等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到来，希望这个老记压数。 喺年这片南灯从周末夜来支持马英九连任，佢们一片南意的象征2号动线。除咗馬英九同史路鎮有行嘅擺票，對以下仲未去到倫北鄉拜訪當地嘅企業即話客家文化館。倫北鄉鄉長李元茂當場同佢澄清表示，中央嘅工廠款到99年代已經核准拔下來嘅，園林縣政府啥一切都唔肯去看，希望佢同鄉親組織公討。對以電到台園林縣文化處講法。完成有12月初5動工，當然動工是動工。 可能還有一寡基本的工作吼，為愛聽堂，你愛給伊一段時間，不要緊吼，好不好吼？我們不要怪他，我緊來愛動我調，我跟你講，袂使，一定愛動我調，我要拜託你動我調，我緊，我緊啦，看我的面子。南澳5對2去公體前，園林縣文化處特別搶貓頭發表聲明，表示先前問題跨，最希望整合各方意見再過來去。 按你文化館將會變做門氣館，現正聲明主控並無搶名，有留言嘅支持者依然係武漢，我做警方唔敢太意，天天將貓頭帶進去警察局說明，一直到文化組長李元岳去說明過後，將來一項事件結束hết。下個新聞的新聞，園林報道。